衝啊！嚟個聖誕艇係啊，拿個啲兜咧啊，噴少少油，不用太寬的，烘皮紙啊淋上去，然後表面咧也噴一點點那個油啊。呢個奶油求其次，然後先放冰箱，開小火煮熱啲忌廉啊，這個鹽巴，還有一點vanilla啊，邊攪邊煮它啊。咁樣有一點點氣泡就可以關火啦。然後可以煮糖啦，係啊，這裡白糖啊，加啲呢個玉米糖漿啊，開個中大火煮。喂，很重要啊，煮糖呢個煲咧大一點，高一點啊，等一下咧會爆出來啦。你們看不到邊邊開始黃黃啊，轉一下它，讓溫度平均一下啊。開始都黃呢，你們太怕咧就把火關小一點。我剛剛量啊155度焦糖顏色，然後轉一轉就可以關火啊。我呢就會把鮮奶油倒進去，把它攪勻，小心一點啦，會炸出來的。因為一路攪到啦，現在呢沒有咕嚕泡泡啦，就可以重新開火。我見到127關火，關完火呢，奶油全下窿火去啊！然後呢也是狂攪，攪到它們沒有氣泡泡。然後快速攪呢，它就會全部吸進去。你睇下咁樣，完美啊！煮好呢，馬上倒落剛剛嗰個模具上面，然後這個模具呢拿起來呢，咁樣搭幾嘢。現在就等冷卻呢，就可以切啦，是不是很簡單？係啊，咁呢就放室溫1個小時，然後呢就放冰箱，不用蓋住啊，咁啊直接冰1個小時就 OK 啊。然後現在有空呢，就剪一下那些烘皮紙啊，正方形，等一下呢包住那些糖果呢，就靚靚。喂，可以開車，係啊，應該呢咁樣拿起來。刀咧也弄點油，然後咧就切自己喜歡大小。剛剛太硬啦，係啊，咁樣碎鬼咗啊！我用微波爐咧叮個30秒，你看打得軟軟啊！你們用刀尖咁樣界落嚟。哦，你看完美焦糖糖，我通常咧去每一顆咧獨立滲啲鹽巴上去喎，你看靚到，很簡單啊，攞張紙咁樣，包住它，然後咧拿一點涼冰咁樣咧，咁樣轉一轉，完美啊！或者你們可以包啲熊仔糖啊、蟲蟲啊，迷惑一下那個女生啊，讓她記住你啊，越奇怪越好啊！咁這個靚袋放進去，密咁樣啊，放進去，完美！喂，整完趕快送給女生。最後拖個手仔之外。